看不懂。每个书的第一个字连起来读，你之前也这样玩过的。你看这是不是连起来是一串精彩绝伦的侦探故事，加上一点点学院伦理的拷问？哦，是吗？我忘了。我错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把书放回原位，不然其他同学会根据条形码找不到书的。周晓，放回去。你去哪儿？你自己找吧，我不想跟你待在一起。紧急通知！紧急通知！地震局预警将发生4.3级地震，请在封闭场所的教工人员马上组织学生。同学们，走楼梯，走楼梯，不要走电梯，快走楼梯！不要惊慌，不要拥挤，注意脚下，防止摔倒，做到迅速、有序和安全的撤离。紧急通知！紧急通知！地震局预警将发生4.3级地震，请在封闭场所的教工人员马上组织学生进行安全疏散。周晓，周晓，跟我走。尽快离开！周晓，哎，周班长，别进去了！周晓，周晓，那边楼梯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out of the service area. 周晓，周晓，快点！赵班长，赶紧出来！快，大家有序跑啊！快，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，快点啊！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。有没有受伤？加油！没有被砸到吧？没事，我没事。赵班长，赵班长，怎么了？快，注意安全啊！喂！快，注意安全啊！快，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。哎，蔡司，你干嘛呢？老师，不要跑！你不能去，蔡司！哎，蔡司，你不能去啊！蔡司，来，注意安全啊！哎，快，快！周晓，周晓，周晓，赵班长，我在这儿。小心！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快走，快走！找个安全地方哈。哎，周晓，蔡小思呢？啊？蔡雅思他刚才没跟我们在一起。周晓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蔡小思刚刚去里边找你去了，我去找他。你在这儿，我去。哎，蔡雅思这儿呢。你吓死我了你！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我命硬着呢，毫发无伤。你毫发无伤，但是赵万州，老周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去医院吧。怎么了？哎，你别看，我没事儿，就流了点血。我看看吧，还是？你晕血，别看了。那你快去医院。没事儿，我自己能处理。你长臂猿要自己处理。我们走了。现在去校医院的人肯定很多，还是不要这样。去不去？去。你不陪我去啊？你自己去吧。去啊。你转身我就去。走吧，去医院。我带他去医院啊。